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有时阵报道有的人客真如，讲袂顺车。今日你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个就是如，他日无如第五条。某人读做如，了无如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如的意思就是扰乱，想讲这人有够如，卖当做动词，讲这人过来如啊。另外，卖当讲是一个所在，或者是物件真乱，咱讲规个如苍苍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，读做如苍苍；第二个词读做如假假。这两个词拢是形容有够乱的形。相关的词也阁有如擦擦、如切切、如恰恰，拢会当讲是乱糟糟、乱纷纷。另外，如讲讲是形容一个人因为无闲，心肝乱糟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有个人穿插真笔杂，也毋过规间厝内煞如苍苍，有用甲无用物件，顶甲规世界规个如假假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如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如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